多谢宝瑞来食烟前，木比果营养成分真悬，德山町有农友对咧讲精心调配木比果的果汁，和本来苦涩的果汁变了呢较香甜顺脆。同时为了要木比果会当变成国民美食，更加研究出木比果的烟前，农友伫笑笑伫讲，为了研究滋味，唔知食偌济烟前去啊。台湾上有代表性的点心烟肠，不过你敢知影这条烟肠有加木比果？唔知一喙咬落去是什么款的滋味？不会像一般的香肠那样，感觉就是会比较油腻，它比较没有那么油腻。德山农民为着让木比果变做国民美食，精心研发调配秘方，做木比果烟肠。伊家己嘛笑讲，为着成功，家己唔知影试食偌济，甲木比果切开，只挖出来果败部分。留落来，不过只袂当单调，因为顶面有上营养的部分。最好的东西就是那个一颗一颗的种子，把它剥开，加入我们的木鳖果的那个果肉下去煮。加做汁了后，也该豆豆醋，落尾加美丽果果汁和柠檬汁，放好冷了后，就变做香甜顺口的木比果果汁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